喺房間入邊就可以睇到城堡，落樓門口就係4A 級景區，無論你係家庭出遊還是情侶度假都啱晒你。呢度就係東莞家輝會麗澄華庭酒店，豐富嘅配套有湯泉、室內外泳池、波池、玩沙池、DIY 手工課、健身房、自助洗衣房，仲有中餐、西餐、料理、自助4大餐廳。酒店門口行幾腳路就係龍鳳山莊，日頭打卡、玻璃鵲橋、空中觀覽車、彩虹滑道、摩天輪、雙層旋轉木馬、跑馬場騎馬、梅花鹿苑、夢幻城堡，夜晚仲有燈光秀、非遺打鐵花、煙花秀、Luca 光影秀等等等等，真係由朝玩到夜晚，過癮到不得了啊！香港嘅街坊唔使擔心交通啦。12月13號，永東巴士開通東莞家輝會麗澄華庭酒店站點。喺香港有咁多站點上車，經蓮塘口岸直達目的地，一落車就係酒店門口。新站點開通，梗係有筍嘢益街坊啦。12月13號到12月31號，包來回車飛一套，包高級大床房1晚，只要268蚊起啊！珍珠都冇咁真啊！呢個週末就咁定啦，我喺東莞等你。